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andy， 我是 Gary。今年夏天真是超热的，今年的暑假热到外面都没有人嘞。然后夏天到了，除了补水之外，大家都会想要喝一些清凉的饮料。像我们有时候会去买一些以前啦，为什么说以前呢？因为我们已经戒手摇饮了，就几乎是完全戒掉，刚好备孕吧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在戒糖、戒手摇饮的情况下呢，又想要喝凉的，然后喝饮品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开始会找一些成分比较好的、比较养生的饮品，又好喝的。那最近呢，我们找到了一款觉得很喜欢，可以喝的健康，又喝的美丽，又喝的有趣的珊瑚冻饮。像这个珊瑚冻饮这个品牌，金满堂，它是在9份深耕20年的老店的品牌，太厉害哦！对，台湾在地品牌。对，它有很多种饮品，就例如黑糖老姜厚奶，它这个是独家为女性生理期设计的一款老姜肉桂月亮牛奶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开箱这个金满堂的珊瑚冻饮。那我们就先来讲有趣。好，我们现在泡给大家看。泡给大家看，这个珊瑚冻饮呢，它一包有25克，就这样子一包，很方便。如果带出门的话，也可以就是放在包包里。然后呢，它的泡法其实有几种，就它可以热饮直接泡，冷饮加冰块的冷饮，还有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做成像甜点偏果冻那种口感，QQ 的这种。那我们现在直接来做给大家看。我们先泡热的好了。哦，它这样出来的粉是有点咖啡色的那种。对。你们看，泡出来就会像这样。其实它一包的话，大概可以泡300到500 CC，就是看个人的喜好。那我们是习惯，如果在家里的话，就是一包泡这样1杯。然后如果出门的话，我们就会2包泡1大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泡冰的，就可以不用那么多热水啊。对，因为有冰块去让它稀释。我每次泡的时候倒出来都有一个很香的味道。好，我倒了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樱花杯啊，是超漂亮的，还会长樱花哦。但是看起来就超好喝的。因为你喜欢喝冰的，我觉得这冰的看起来超厉害的。热的、冰的。然后这是我们昨天就泡完之后冰起来，先做好，有点像果冻这样。果冻感的，吃起来有点 QQ 的感觉。对。热的喝起来像黑木耳露，冷的就有点像燕窝，看你想要怎么喝都可以。对。然后还有其他的喝法，有点类似把冰的就当一个底，你可以加一些像荞麦茶、菊花茶。然后加牛奶也很好喝，对，它这样子一杯的热量不到100大卡，超级低。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棒的呢，就是他们是纯素的，素食级的胶原蛋白，它可以养颜美容，然后又喝得健康。像有些上班族都很喜欢订一些，就是下午茶那种鸡排、蒸奶类的，热量高，就用这个杯就可以代替。对，很适合现代有控管热量的人们。饱足感又有。对，然后开始会养生的大家，我觉得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。健康啊，有趣，还有一个就是美丽。那为什么会美丽呢？最主要就是因为它就是珊瑚草制成的饮品。有在研究保养的人应该都知道，珊瑚草其实是对于女生的锁水啊、保湿，保湿锁水，非常棒的一个大自然的礼物。而且金满堂呢，他们把珊瑚草跟桂圆红枣一起熬煮，做成有桂圆红枣口味的珊瑚草的口感。那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它每一包里面都添加了足量的神经酰胺，这现在算是现在蛮流行的吧？对，它就是吃了之后呢，神经酰胺会让你的整个感觉蓬润水润。凯瑞都被我喂食神经酰胺，真的是有感，因为凯瑞的肌肤也是吃出来，慢慢变好的。所以说呢，如果我今天喝这样一杯，我那天就不会吃神经酰胺。等于是你一杯吃的养颜又美丽，然后又低热量，各种优点都在这一杯里。OK。然后最重要的是呢，它有经过3项国际验证，全部都没有添加人工甜味剂啊、防腐剂啊、糖精，全部都没有，无咖啡因、无色素，而且他们的原物料都会不定期的送检，全体质的人都可以很安心使用。好，那今天的金满堂珊瑚冻饮开箱就到这里喽，谢谢你们收看，谢谢你们收看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